Go live 成。你人啊，講淡啊，都叫我啲殺了，唔係殺了，吹了嘅菜頭粿。你很自哇，覺，咩俾咗啊？夠嘅，好了。厲害啊！我是想的咯，想到我明年對時個食。OK。冇啊，今年嘅時間揸做咧。天光會做嗎？我粿冇邊有做啦，粿做啊冇人水，搞晒。各位聽眾，歡迎老人閣再度來收聽本來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別記開幾個 music 乜嘢，幾個 music 幾啊！這個禮拜我閣再度來講幾個故事，因為我人嘅朋友、娘娘誒、奶奶、囡囡。佢就係對係求人講幾個故事啦，特別係咪啊會介紹以前咧，我人會介紹啦 Google Meet 裏面有幾啦 ，Google Meet 裏面有阿什laksa 歡迎，大家好，有阿龍歡迎。誒，你見咩 music 嘅幾年啊？咩事咧？即係你新嘅 music 嘅幾年，古真冇聽過嘅。有啦，我 usually 冇帶這個冇幫這個掉嚇。啊，即係就少聽到。你夠 feel。然後較大聲本，了。我特別開會啫。個冇打走啊！因為特別冚會好哇。我特別開會我聽。我冚埋，我會換做硬講會去。硬講會。啊，嗱，硬講會啊，變硬即係硬講多呢，講講嘅呀，你會硬嘅嘛？แล้วก็G 唔係 sorry， by chain， by chain， 同埋邊好啊？算嘅，嘅好。by chain ก็走去啊，人國中，แล้ว人介紹人嘅 clubhouse 朋友 ，clubhouse 朋友就是932歡迎，係，個半啊不娘娘節，澳洲娘娘節有幾個數係囡囡歡迎，囡囡唔知咋得去。個有半減啲。Hello， 阿 John， 你食個阿莫等值嘅食㗎了。對，肯定我個話對食，肯定後尾硬我面車先。แล้วก็อดีตัว歡迎。Hello， 大家好。個有著晒。大家好，個有摸摸哥，困嘢摸摸哥，來啊，冇出聲，但我看摸摸哥嘅聲音上面啦，好誇張。唔知係咪疼啊？記卡係咪是記卡？記卡嚇，可能係記卡。OK，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哋對到正嘅就是會講幾個故事咯。但係禮拜特別節目講幾個故事嘛。แล้ว我幾時明年咯？當然是1920咯，1920是。這是我接鬼，你知哦？我接鬼啊！我當然是1919年來呀，我鬼嘅咧年。今年是1919明年1920樣就明年。我 travel backward。哈 ，OK， 然後我 music 小大聲啊，我看。安怎我不聽到啦？這聲。安怎我聽到？成個聲是人放。我聽到。哦 ，I think 是囡囡啲看 video 係啊，I think 啲看 video。有啦，可能你會到。你唔知是酸話咧，還是普話唔知？冇啦，你都笑啊，真水啦，你嘅你笑容100分啊！哇，感謝啊！講幾個數過，
咱講幾個事，當今呢music 小大聲，咱感覺。 OK 較啊，大聲過你嘅聲，因 music 較大聲，咁我 try one shot 換我未記啊，one shot 換。像個 alien 嘅聲呢，像 X Files，特別聽到我講話，佢聽到我講話是 music 小大聲。當時你較細聲過你 music。OK，當今我琴 OK，แล้ว我琴日一個聲差少少少。OK，我俾學你成交咯，學啦學住學諾娜講一幾個數，頭一道個人正講幾個數。 OK，啊特別這個故事咧是真久了啦。我細漢嘅時，我參我嘅 KL 嘅uncle 甲 auntie 啊，歸出來人，甲了去垦丁哦。然後我咪睡一個整個 apartment 款咯，睡幾間你咯。幾歲啊是？嗰時合我 maybe 咧嚟11歲款啊。然後去嗰邊嘅時，咪是 book 一間嘅 apartment 咧，甲了人大，嗰邊是。因為人啊，差不多10幾啊，我未記啊啦，你估啊，十幾個人去咗啊？即係我哋都咁樣 investigate 咧。我迄邊嘛是真出名有一個迄 apartment，都人講有幾個嘛，我無講名，我講即 apartment 是有幾個。應該是有啦，因為我暗暝困嘅時候聽到聲咯，然後我嘅uncle 啊嗬，伊一定是暗暝是差不多6、7點嘅時嘛在困了，特別嗬講真奇怪哦，即個肯定是冷嘅嘛嗬，伊個骹嗬，伊感覺有人望伊隻，佢哋手是抓喎，太奇怪啊，抓喎，特別無人嘅啊，伊感覺伊骹互人手禁掉就抓咯，然後我金寶嗬暗暝啊困嘅時候，好鬼大啊！哦。上就位啦，上是所在啊。上無上房間呢嚇，無上房間呢，係咯。所以迄個所在是垃圾咩啊？你家己經驗我家己無半項啊，無半項啊。無感覺係咪啊？你人甲你講是你有驚嘅咩？你講幾歲啊？你講8歲。11歲嘅，11歲。你啦，別驚。咪做家己。你無想講，你淡薄4百，你無想講夠行貴嘅什麼啦？一本當金。伊拄着嗬，我會甲伊講話咯。你捌拄過哦？無，特別還是伊拄過咧，我會好好甲伊講話咯。特別是別。當伊是人我講啊。叫伊個都整蠱啦，你就較使功夫咯。咩叫你整蠱？叫伊個都做只係點先？伊做sous chef，做伊sous。你使去搞辦，你去搞辦3杯1件嘅，係你換水紙。有份 free 嘅 label 嗬。忙哦嚇，你解拖時個你拖到對你命咯，唔通哦嚇。未使先算拖啊！แล้ว等陣我個位佢為咗伊學晒，伊是專人就只學晒伊咗。對，那日煮咧時間去拜者咯，嗬，對嘢咯。應該是。อัน日個小條個，我俾聽別人就是人個幾個數，這個是 regular 啊，佢就是冇啊，了。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快幾個數講緊明啊嚇，被換證被擺。自己個數，你嗰時你學超甚嘅超幫嘢第一年冇啦。冇，你鬼哋走去文山咯。你講到吹咗係當到伊啊，我最近嗬我搬入我新嘅 office 嗬，我啲條感覺到我這條是我大腿入邊啊。我 pocket， 你成日嚟我 handphone 係往時係到啲多邊嘅 pocket 嚟嘛？你接落嚟往時你 torch 你 flashlight 未記冚啊？你成日抓起，還是你電話成日 connect 掉 something 嘅時變咗抓起，你我 feel 到啲我帶入邊個抓呢？然後我看我哋冇電話，你真係有人時人講嘅就係你 phantom 嘅 phantom 嘅你 feeling 啊。就講 vibration 啊，上面你 feel 到，你電話彈啊，是你手錶彈特別是冇影啊，你心裏面唔知想到，然後你 phantom 係 hit 嘅喎，
有當時是到啲我巴下嘅後尾落棍啊，應該當即我特別接受可能條心臟特別無我特別我頂住冇去做你心臟 scan 啊100分嘛，我冇應該是唔是心臟病？後面是人哋看下，是我 maybe mentally 我自己，我是想講安怎麼啲伊是想講你感覺你是想講我到啲你坐到啲卡 seat 啊，有 heating 嘅卡 seat 啊。伊想啊 feel 到安尼款嘅做，但係 one set 多邊嘅位，但係 either 是在啲位帶後尾邊，還是在位頭前邊嘅。我講假是應該是你真久無可能幫嘅事啊！我甲你講一物件啊，咱人定一個月講到，但係你唔係 mute 掉，你講我冇聽到。講聽到。啊，你講咩應該點？我講你看你可能你太久無可能幫了。你 imagine 咯，應該點咧？應該點你講咩？我是講，迄個是真正普通嘅物件。哦，影響到你會見。哦，啊，所以要見嘅哦。你會見誒，所以成個 nerve 成個 send 嘅 signal 啦。nerve area 伊dermatome。哦。我唔捌揾咧感覺過喎，我不錄個 research。有真正，迄個是真正。迄個係咩？不要緊嘅啦，伊冇血啦。無不要緊嘅，無乜事。哦，伊熱咯 ，feel 到成個 heat 咧，你在當一個 winter 啊嘛，當一個冷天啊嘛，所以我 feel 到安怎像有迄個卡式呢 heat。無乜事啦，就是因為真正濟物件會影響到你會見嘅，伊若是就一個經驗，所以你有一個 specific 嘅 area 啲你會身軀，因為你大家位啲你會身軀有見嘅嘛，有見 to serve it 嘅嘛，所以有嘅位啊，有較加個一個見，所以佢哋較艱苦影響到 just isolated area，特別有嘅位啊。有一個經驗，我學你一個譬如講，一邊一個 strip 一邊，the lateral cutaneous nerve of the thigh，一個 nerve 呢冇蝦米阿巴雷 nerve 了，你 lateral cutaneous nerve of the thigh 是落啲你嘅 inguinal ligament 嗰邊嘅，所以人若是 put on weight 啊，較濟肥啊，要好多大條啊，แล้ว邊會拔掉，我會拔去。拔掉無依啲未拔嘅時啊，你會感覺到成個人動咯，呢掃咁嘅掃咯呢。啲 sensation，還是燒嘅 sensation，還是蝦米，我可能是我背起了數下，你我知道喂。咁你是坐啲車上古啊，你坐呢看到？哦。就依個 nerve 嘛，就平時。啲掉，所以呢看本會做。Anyway，查某較普通較大波，因為查某呢有伊個 hips 較闊淡薄，所以伊個 nerve 較應知到，有真正濟譬如講，安尼看嘅物件，就較查某嘅 carrying angle 啊，你看，你手嘛，查某是較低，查某嘅是較開出去，較開，แล้ว出邊嘅你會發現冇嘅 nerve 啊 ulnar nerve，查某。地就較普通。哦，伊知，我手咪是較開嘅喎，我係實做查某咧。我那是這邊是。所以不要緊嘅啦，我冇成日講係咪大致心臟病啊，什麼我冇。冇啦。阿 John 啊，冇你去浸卡咯，你浸淡薄滲水啊，可以 improve your circulation 啊。浸卡。something like that 啦。哦 ，OK。浸滲水啊。奇怪咯，我唔知咩事，我感覺就是酸啫。可能推啦就 OK。去massage啊？叫人掃啫。係掃。毛毛菇嗰啲啊，毛毛菇冇。哦，即係得唔得 ？OK，確定你個嚟講 ，OK。你我 OK，每到對一個啦，每到對九三字，我唔係聽佢哋講幾個數嘅九三字。我無幾個故事過，你無拄過幾啊？無，你無聽過人講幾個數本啊？怡保嘅幾個數，怡保你石朗啊邊條只幾個數嘅？嚇？我冇聽過。石朗誒，人菜市去咧成地嘅啊，只人死過啊！
哦 ，OK， Batu Gajah 咧，Batu Gajah 咪是我怡保邊，Batu Gajah 咧，Kelly's Castle。啊，係咧呢，我是伊人是講啦，我本身是有去過一道嘅，特別好when 我去到伊 basement 啊，迄下咧阿弟啊，伊內邊是真正暗嘅，真烏，แล้ว伊無燈嘅嘛，แล้ว我去到內邊我徛掉嘅時候，我感覺冷啊，我後尾把只 I feel that 真冷哦。所以我就唔知啦。你嚟幫你記住，叫你記住我嘢之後食，可以食。我未做過嘢啊。特別比講佢哋所在是垃圾嘅咯，如果所去嘅時候都感覺唔見。我是感覺你，你會感覺咩喏啦？我真 sensitive 嘅，我會感覺嘅。我感覺到吉利，所以我落去隻 N 就講，我別走，我感覺吉利。你去伊個 basement 是一塊位是細細嚟，我去是細嚟，是 cellar 那款呢。嚇，我同你講啊，我自己一人去，我落時啊，我自己一人落，人哋冇人喺教我落嘛。然後我個驚喎，你就成個我當劍漢啊，我個腳冇特別個勁咗就，然後。我記下攞時我就我在頂到有時興嗰啲 camcorder 係嘛90年代時啊，因為 camcorder 頭整有一粒有火嘅，伊唔是紅色嘅，伊是迄個 check infrared 嘅火啊。OK， 嚇，未必你講 infrared 火咯，特別伊火是紅，特別伊嘅 image 係青色嘅嘛，所以我就開個火，然後。我驚一時樓推落去，然後哇唔知多久是正久，你都別貴隻講呢，所以我就攞我 camera 掃去看，然後我看我 viewfinder 看到物件，我個接去。特別我冇拉沙咪啦，冇物件啦，我成日看到，所以我自己一人，我自己驚去我驚嘛，我時都未看到時，我就驚講我就開起來時一邊落啲，一邊對邊落啲，我邊頭前我就驚啦呢。你魔鬼場啊！我魔鬼場啊！睇下啊，特別唔係安尼啦。唔係咯，特別 shower 嘅時咪是有呢 feeling 咯，我 shower 嘅時，你講洗頭毛嘅時啊，你就見 hotel 嘅洗頭毛咯，咪就係開起來時，一人徛到你頭前。冇啦，我是驚咧水滴落時哦，唔敢看迄個驚。後尾嚇，哎呦，係你乜嘢咯？驚我看到青人隻後尾，我唔敢看你。個青，那 specific 嘅，我有咯，我特別我補習 from 6時補習時候，我是去我哋阿媽邊中路邊補習嘅嘛。然後我幫學對嘅時候，我是暑假行，唔係幫我啦補習啦對嚟時，我是暑假行水滴路呢較快。然後對嚟是愛行大路較啊，我當陣我講國內。然後我是講緊咧，咪是水滴路，唔是到底鋪底對嚟是唔是水滴路，睇較好行。頂到是個招車嘛。然後特別我過水滴路嗬，我就去水滴路，我就亂嘅咋，我驚亂嗰個睇我睇只隻鬼個數就條病嘛。然後我特別我其實唔捌看過，是講往時我看到成個頭前有車牌嘅，上面有人啊叫啊，話本直頭立腰嘅，冇停嘅。特別水滴路是真危險嘅，因為伊個路嗬。有一道嘅時啊，我maybe 6點幾7點早起啦，我行要轉來嘅時候，那有一頂車唔知是酒醉哦，哇！一接落來咧，我就好呢，哇！夠個定住咗實，你喺啲路啊，一條一個鏈一行，都未險嘅，真危險嘅，還是咧咪行就好。對咯，頂到嘅時候，我是驚講就是成個路呢，我驚講我換車啦嗬，紅響目睭就看起迄個 rear view mirror 有後尾驚，我係看到人坐喺我車，還是到啲外口，我直接 imagine 你看咯。我有一個朋友講我聽呢是，伊講伊是拿到講嚟，你再講水滴路，到啲人等住門口會起來嘅意思嚇，你咪是就起到一格時，你就被看到你目鏡底嘅意思。伊就被彎倒手嘅嘛，伊彎喺倒手，伊下邊你看到伊有一條牌去頂面嘅，伊牌邊啊咧，伊度寫一粒馬肚，攞粒馬肚，什麼一張長山怪怪細，喺度啲中一張張，伊講伊看到一個紅啊，伊講是拿到講啊，唔是紅白色嘅，白色嘅拿到講箍到啲迄個馬肚嘅位。
哦，แล้ว OK，伊講特別我伊成 father 個看過。發貴咧，可能伊講。哦，我 father 是看過你查某長頭毛白白肯背過。哎然後呦！然後我一個朋友古仔大鄧用啊，伊大羅布興嘅朋友哦。伊講細漢嘅時看車咯，然後參伊嘅 friend 咯，只要行到迄個水池路，你這邊有一個curve 較大嘅人會使拍車。對嚇，你未去你水池嘅位置啊嚇。對。你等下我滑車落啲邊嘅咩？伊嘛是滑車，伊甲伊個 friend 咯。兩個人看到相嘅物件咗，然後家己立油對厝咗，一到嗰邊是講你看有着，就講有誒，兩個人看到物就，一看到一個阿伯吼，伊個頭甲伊個迄個半身面頂咧，阿底無骹。哦，我係厝啊，一個驚。因為迄邊古早，人講佢哋拍電視台人應該掂落佢哋。枕頭對，就是我係厝嗰邊咯。就嗰邊有掂嗰邊啊。我厝啲山邊嘛，就是路步興嘅條落去，然後彎到左邊入去夾皮角嗰邊咯。哦，嗰邊就是古早。都對你頂哦。哎呀，都冇聽過。哎呦，伊超正哦。我冇聽過哦。我特別敲你 episode， 我掂我都自己聽。誒，我諗嗰隻鬼 professional 個 storyteller 嚟咯，我有鬼嚟啊，可能應該估冇看到你啊。有鬼。有鬼到底Google Meet 係咪有鬼？先你告訴我講哦，係咪？你咩先你告訴我，你估告訴我講未了 ？Hello， long time no see。係啦，ไม่聽下你最近有係咪冇講鬼鬼告訴你講哦？有一個啦 ，before that 我俾 update，就 last time 我講係你 about 靜靜嘅啊。係咪啊？靜靜係咪咧？我想唔起。係你 Vase。哦 ，yes。你拜啊？你拜 Vasa？ 哈哈，我 update。你覺當係唔知你覺當係鄧冷係 Vasa？ 哈，鄧冷嘅。哈。So 係接收入咩咩 ？Mid autumn 嘅事啊。哈，邊個執過？對嚟。哎呦！伊對嚟 just to 教我講嘅，伊 OK 啊。very happy 伊過啦邊，so now 伊是想啊。ต่อรองแล้วlike the dating ใน款啦，所以一堆嚟嘅嚇，一堆嚟。哦，所以 that means 伊是成個做咧，你像你硬講誒做手嗱嗱，豆塊手嘅哦。แล้ว一堆嚟，伊安怎係堆嚟啊？伊安怎堆嚟？我未รู้安怎堆嚟。我 actually 是後面條哦，你幫的。我後面條 work 嘅物件，我做工嘅物件。Then suddenly 我是 in my dream 我是 discuss 掉 with 我 manager 加我 CEO about something one. Then suddenly 我 CEO pass 我一個 notebook，then notebook 裏邊有一個 note。then 伊講我是靜靜，我對我看到路。In my dream 啦，伊嘅 message 你看I remember 真係 clear。我是靜靜，我對嚟我看到我對嚟厝。要找路，特別我看袂到路，因為路真遠。哦。Then but 我聽會到路聲。So I對嚟 just 講I'm good and I'm very happy to see you and 你看呢一對啊。哦。然後我聽起來 ，then 我唔 sure，the next day 我唔 sure，so 我問我 friend 咯，the one 的，伊是shaman嘅，我問伊講 yes 一對嚟，特別伊看袂到路，因為。lately because 我有做 meditation 係咪㗎啦？所以我較用了，所以講，所以路真貴，that's why 伊面來路貴。哦。哦，誒，所以你當今後你常常會看到鬼，就是講你特別 meditate 啊，個意思啊。No，我 still 看會到，我 still feel 會到 ，it's just that 無安尼。無得應，無得見啦，你無得應起掉。哦，我未รู้啦，ภูกิ嘛，係咪夾夾啦？我有弄到係邪。哎呦，嚇笑！你平常時啦，成個叮到啦，會meditate時，你成個講一禮拜裡面，會使感覺到，還是看到，還是起到，你看會做一擺啦，當佢 meditate 過後，我咪冇想。我也是有出去 anywhere 啦，有物件我會拄到 ，still normal 想哦 ，it's just that。
我未像個 last time 伊物件接我嚇冇呢應伊未你起冇呢塊起先，特別你再講伊大合併你 maybe 你想講會較會 control 成日講係大漢加係唔係接嚟接luôn係咯，還是你OK，所以你係 manage 得冇？會 manage 啦 ，but still 特別冇咧勤考，會 tired 啦，but 你還是講拗呢成日勤考呢，是係你 control 較濟啦，伊冇得濟 OK。對。哎呀媽，天公，等陣。就係會接門嘅時咧，是叮當就睇到，這是新人嚟喎，成我唔捌看過喎。這個新椒喎，你名咩？新婦，你名新阿咩？新油，你名咩？來講者介紹者，到底 Google Meet 誒 ，Google Meet 你是裝，你是裝，你是頭一擺你咪講幾個數啊？後面頭一擺，第三你帶多筆嘅，你做咩數？我想找。檳榔嘢但檳榔拄嘅嘢我未知。你都拄過嘢。要超是定得冇超嘅。請了 mask 嗎？唔知有鬼告訴我。成海講鬼告訴性鬼告訴性。你鬼告訴我跳過咪鬼告訴。你細漢大漢咱亞洲人冇可能講冇跳過鬼告訴嘅嘛。你笑看，你有咪有？我好多機會笑隻聲，特別啦，我可以名不呀？會噶啦，呢啲比較好嘅咩？但你不如內聲下龍。你未記級咩？你未記級？我佢內邊嚇，變咗成古大聲咧，反正都講話聲。伊邊即叫邊啊？伊嘅減聲個都白裏邊啊？有超少少少可能。maybe 有超，伊邊興啊，伊邊興。你佢叫可以。呢個係拍攝啊，面硬啊。面拍攝。我好多笑笨笨嚇，你頭一條想看你畫名咩？你有啊？我畫名我有，正古小學嘅時我背回去我白毛啊，所以人哋叫我白毛嘅。當然冇白毛啦，冇去啊。我戒嘅嘛，undercut 嘛。所以邊啊拍攝。為邊白嘅了已經。白毛。都跟住我戒下啦。白毛 ，OK， 白毛，是白毛成日冇聽嘅啫。成日人用過白毛啊。你有咩周星馳嘅？你就咩 Odyssey 啊 ，Odyssey 啊，要 Journey to the West 啊，要有時叫我你白髮魔女啊啲啊。所以叫白毛龜，叫我白毛龜，梗係叫白毛龜咯。白毛龜又好聽，白毛龜然之後白毛龜，白毛龜 ，OK，你個笑話你後面告訴，嗱是講你未笑掉咧，你看唔到對嚟有啊，當然你話笑掉可以變嚇，OK，嚟講者。So I think 這是應該是真久啦，之前啊，我去有一個 homestay， 我係是學Form 5嘅時，I think 真是阿妹，真 mid year 阿妹 SPM 個，所以去檳榔丘去住。去檳榔丘去住一個 bungalow，I think 我未記叫咩 bungalow 啦，住人有18個人去住。然後嗰日你踏步行嘅了，等踏步等嘅了嘛，所以咁咪去 explore ，explore 淡薄咯。自己跳。對。一個人我得去。等陣我問你，等陣你是講你是10幾人，是你規定㗎，是10幾人嘅。然後伊個bungalow裏面有參八點咯，是跟啊規個bungalow都是亂嘅。我跟他忘咧。OK。我去到嗰邊啊，然後成日阿妹個 OK 嗰個幫瓜個。咁把鋪去幫瓜。食物件 barbecue 啦，下面嘅了咯，成日見你啫。然後佢嗰日點解哇？應該是3點幾，嗰日春3人咧，春嗰日去困㗎了。一嗰日我唔知伊成日往多邊，成日我會記是伊風吹真大，suddenly out of nowhere，而家真係久啊！伊風吹真大，然後嗰日我 start to video，即 rotting，而家是個口咋？個口 at the same time。往嗰邊個冇煮家嘛，就冇幫行啊！佢哋就想味嘅聲。糯米嘅臭味。伊成日愛講成臭味。即係冷雞味啊！我係記嘅，我講成日屎嘅味。
แล้ว佢話朋友冇聲抄妓女邊啊呢？แล้ว是唔是？แล้ว佢諗住行過去，諗看人嘅妓女啊，比如講夾一吹妓女去，諗冇啊，都冇半行咧味，誒就淡嘅意味。แล้ว佢要往一風個吹只大，然後朋友講寫係冇可能嘅嘛，風吹咧大，唔是味到物件嘅，咁唔是味到香嘅物件啦。แล้ว佢要往嗰袂要往驚咧，真正驚啦，還是啦。所以你 continue 條啦，多久嘅味？伊 feel 是真久啦，但我感覺係只是只時間只短啲啦。嗰時我覺得是誒你啊，嚇，可以冇一啲嚇，佢要 after that 成just 去走咯，嚟去房間去困啊。少啊，明㗎？嚇，人咪白白啊，แล้ว佢要 after that 往嘢見嘢最破嘢佢咧會團位啦。哦，食啦，你做飯你會食嘅。對，แล้ว我開始時我試看，แล้วก็一個我一個 friend，你講，แล้ว佢一食起啊，你講，你聽到，伊講講嗰陣，聽到唔驚，แล้ว佢我แล้ว別啊，你跳頭走去房間走去啲好位，แล้วแบบแล้ว佢ไม่講起啊 just แบบ哦，所以เรา冇 discuss 本啊，到底係邊？冇啊 ，after that，แล้ว佢要 in the funny thing 是哦 ，that time 是本我切過本嘅 ，at the same time 我會記我切過本嘅，但係唔會切過個，所以人到邊唔知係咪咯，奇怪咯 ，because 係是人試看呀，所以人有講到對，但係真係冇咩愛講咯 ，until today，我 just 講。有奇怪物件咯。哦，你唔知講你另外一間朋友聽到咩聲，你冇問啊？伊講到伊是也聽到人 whisper 了嘅聲啦。whisper 啦。所以我奇怪是人是人，但係無啥物件，我是味到成曬味，我朋友味到成雞女味，แล้ว一看到，一攞看味到，伊無講唔別記啊，講佢別記啊，但係一看聽到聲，佢一看成是看到物件，但係咪講。真奇怪人事嚟講，經驗冇相嘅，特別 at the same time 一相似是經驗到，特別冇相，有人比較冇相物件，就是看到人聽到。So this is why。似叫你幾歲啊？是？其中一個呢？你係幾歲？SPM before SPM。哦，對，你講 before SPM， 17歲啦，17歲。It's supposed to be 人喺 middle of the year holiday 啦 before。會去邊啊？讀冊可能叫。你講到邊人曉我告訴我。等陣我嗰隻就是你是住啊？你是哪哪？我是哪哪。等陣我嗰隻柏林嚟啊嘛，是唔是？講先。是柏林是你 friend 啊？你colleague啊？啲位colleague啊。OK， 呢隻準時就我計講兩邊咧就12點幾你就接嚟啦，因為一轉就啪接嚟。是咱 delay 就嗱，大媽講嘅。我同你講，伊個鬼換站咩？伊講讀車見啊，伊講等陣12點到咯，係咪12點？我是伊啊，伊啦，伊講10號嘛咯，10號12點啊，冇啦，我啱咪9點 start，我係10號，我係12點是11號了咪。我諗咪講就你咪上話頭，你小笨笨啊，你就嚟畫名，咱講咱有畫名，實大媽你當數嚇是名做白蘑菇，แล้ว你朋友就係阿龍，咪就後點阿龍，แล้ว我就名做咪菇。แล้วก็ปารังบุษงรังเมียแล้วเขารู้เสียงว่าเสียงแค่ตัวตัวไหนความรู้เกี่ยวกับเกี่ยวกับเมียฮะอุลังเมียเนี่ยไม่เสียงสาวว่าเกี่ยวพันขี้สิบุหัวเสียตอนกี้นั่งสิมวยค่ะนอนนานั่งเกี่ยวนอนนา講就นอนนาตอนที่ clubhouse นอนนา你講個時候就係咩物件但係你講起係咩時候對啊你講 OK 講邊人曉啦要一間bungalow咋一間bungalow 這裡係你是一個真好嘅人แล้ว係你 bungalow 又伊owner 啊，背機是故死去了咋？死去。這是 my father recent is I mean 成個 modern is 係定到吧關係嘅你 bungalow 嘅。Okay, that one is was the first owner 咯嚇。佢哋人 original owner 啊。แล้ว就係講，等陣上個段啊。等陣，嗱，講乜嘢啊？後尾是講。對做落嚟都同我哋。係啦，我大媽就做，大媽係你冇講句是冇做啦。嗱，嚟講句佢走，你講
你講伊 first owner 了，係咪我都冇聽到佢啊？佢就冇啊喎！大擺講幾個是真數嘅啊？Nona，伊咪 mute 掉咗，但係 maybe 是 internet 嘅數。我講到講啊，即係以前你覺得 uncomfortable，誒，等陣，你一啲啲講，Nona，我冇聽到你講嘅嘢嘅了啊，大媽，你講 first owner 就係 key 我冇聽到啊，你點你冇聲氣啊，當然你 try 看。哎呦，試過真係冇喎。哎呦，我做啊。maybe 特別。一個人嘅阿。哎呦，係你諗咗。係你諗咗。等陣。一路就大成結算邊哦。伊咩咩嚇？Nona，我未聽到你講。Nona，你若是聽到我講話來講嚇，我未聽到你講，你看你會使出去即係離開這房，แล้วก็จะ入嚟就對哦。出去一個入嚟就對看看，伊會較好勢哦。無相嘅 direction 就係你事哦，你代表無相嘅人啊嘛，就你會使 communicate 緊要Nona，你聽到我？I think 係聽唔到人。阿龍你會講得哦，你係大你係講，我聽唔到伊幾出一個入嚟就對哦。係鬼咪可以講啊？嚇！你冚咩聲？Nona，有咩？我聽有。有冇啫？แล้ว你聽有。當今有，特別你冇嘅時，我是唔知點解同你講冇啊。So 你 try 離開這房啊，好，佢入嚟就對看，快較好。啊，當然佢就冇啊，我唔知伊聽到，人講這唔知伊聽到，伊咪啲開冚。聽無啊？聽無過啊？當今聽有，特別一隻咯。OK， 當然聽有啊！頭先講架大陸，能聽到架大陸。頭一個 owner 冇，你就講，伊頭一個 owner 嚇，你講伊飛機咪爆炸死啊，飛機了一直頭一個 owner 了冇聽到啊，所以我是冇聽到，完全冇聽到啲幫佢講，哎，當佢真冇嘢喎伊。阿龍你會 contact 到伊啊？我講咧，聽有啊喂。冇，當今是有啦，但係一啲啲有冇就冇 stable，所以你去 check 咧阿龍，你叫你 message， 你叫 OK， 我 listen 啊嚇，你一個我 listen 啊，繼續嚟啊，OK， 人就一直走時，人係咩事啊？呀，你話好注意啊！有時你講嘢咯，特別會做亂嘅啫，就是講這個告訴是正嘅咯，你看講。唔使告訴正，是冇告訴正啦。咱大擺是直掉有，就是伊咪和人講落去，就是應該是有告訴嘅。咯，咱聽啦，直掉就 investigate 出來，關係你人唔是飛機死嘅咋？要問香港啦。嚇 ，OK，冇幾層啊，幾層啊？是啊，我唔介講，我平常時落幾個數就拄到人哋，我唔介講，我介講意見咯。特別嗬，人是 I mean maybe 是 because 人 second out，人未見會看。YouTube 嗰邊嘅人會聲 OK 啊 ？YouTube 嘅人，我看 YouTube 人咩人看，但我去 check 看 YouTube 嘅 chat，有個人講，一出去啦，一隨便到人喺旁傾，等陣。哦，你拼一隻，未一部未曉噶啦，一部未曉過佢。未必一部未。冇一部跟住對路呢，一部對別人嘛。一部 follow 別人啊。你拼一下。การรู้เพลงนี่เนี่ยมา YouTube โอเคกำเสีย Enrico ไลฟ์กำเสียลองการโฮเนี่ยจะดี YouTube หลังก็ว่า check ไว้เสียจ้ะสักEnrico สิ I need อาซัมลักษาหลายแล้วอาซัมลักษาดูขอ Enrico กอง Hey John I need อาซัมลักษารู้สึกก็ไอ้เจ้ามีการสิทธิ์หลังไอ้เป็นยูอาซัมลักษา She willing to teach me crochet บอสกองรู้อีกอง She need me to teach me crochet กอง但啲 YouTube 嘅啫，係咪點寫本嚟使？你嚟 hang Google Meet 唔係 Google Clubhouse， 你嚟 Clubhouse Enrico， 你嚟 Clubhouse 咪成日叫伊加咯。OK， 咱到底哪位下咱嘅朋友？阿妹個，伊被拼入嚟啊！死火！但係是 maybe 是 internet 數。但係是伊隻冇好事隻嘛，你會叫我講話是成日就啪啫，對啫，OK，到對嚟啊 ，OK，咱看伊即係咱嘅諾娜對嚟啊，諾娜你咪使開隻，
我看你接來啦，特別冇聽到你聲個，看你開聲啫。我聽到這個歌係是成日看你頂到嗰陣你比林里嘅馬來人戲嘅歌對嚟啊，嚟。喏呐，你聽到我講頭先講嘅得咯。但係你講過伊背記數死記，安尼款嘢就冇了。哦，是啦 ，OK。所以你頭一個把背記數死去咯，แล้ว這條我發得白人，伊個爸係是大餅做工嘅，แล้ว伊咪是介伊係你出來人買一間厝買房子啦，所以咪大餅哦。then 伊個爸就 cancel 咗，伊個囝係學大成績數，唔知學咩物件教。入 ICU 百幾日啊，開500,000啫。然後我就去迄個所在，我就去迄間厝，哇！迄間厝真陰啫。入去內邊啊，味到迄個成個咧淡淡咧成個咧的，歐浪味，濕嘅味嚇，歐浪味。我邊個頭前個整一個奧德特別只慣啊，款成個古早嘅款用茶做嘅。我唔是紅光，伊是大邊啊，是拄只大個啦，大邊。然後我去迄邊只紅光對不？嚟，然後對來啊，係無對片。啊，是你幾歲？等我去看，無你 recently 呢？最近呢？before COVID 嘅時，before COVID 嘅時我去。OK。then 我係曉淡薄風水嘛，等我去看伊個厝嗬，做咩事？有安排 problem。Actually， 人嘅厝無相嘅 direction 是代表人出來 member 無相人嘅。then 咧嗬西北就是代表大埔咋，大埔嘅that means 男主人啊，迄個西北嘅邊咯。所以伊即間厝嗬，西北是起減格嘅啫。that means 伊厝唔是正死死格格，第好嘅厝是死死格格哦。所以伊迄間厝嗬是減一格啫。迄個西北邊啊，規個成個 L 型啊，可能。一中午個一長嘅，迄個芒果嘅長，芒果嘅長大邊，你規個格都減去啊嘛。如果迄邊一個格減去，就是啥講你嘅男主人地方少。對，所以做咩事三個主人個了有 problem 個了就。然後已經 after 我去了已經做，我對來是哦，幾哪日啊，成個 feel 到有物件對我可能。是哦。你安怎 feel 到物件對你？你成日感覺到成個講人看你係上面，安怎你感安怎是佢？對來啊，嗬，直哪有為何直看到係你講係你房間濕濕嘅所在。伊成個會看有多嘅咯。但係我無時間去調地去你鬼嘅厝啊，是去咩 haunted house 啊，是去調地去找鬼，就是我就是驚看你講嘅 feeling 咯。我唔是調地去找鬼。伊 just 講 OK 去看，伊有間招要互我，你咪過去咯，去看，你去看，你咪是接起你房間嗰度，哇，成個 feel 到你房間實在垃圾呵。你我唔知講是唔是做咩水對話，因為我講 What's wrong with the house，唔知要報仇係咩？是你有可能感覺到伊對調你呢，有個人伊對調伊都唔知。我會感覺，because 我真 intuitive，尤其你迄個物件吼 ，before 發生，我有淡薄迄個 intuition 會知。哇，刺激哦！แล้ว這是人用 normal， 又唔是成日入來睡做辦公咯，這是平常時大條出來。用當然大條邊咯，伊咧一個人伊是大，伊是 contractor 來，伊做。成基數係落啊，肯定啊，做肯定咯。你用安怎特別去加洪水啊？特別去拍。因為嘅 ，this is the original house， and one original house 減格咧。這是古早嘅厝，唔知已經百幾600年，肯定厝就來就是減格，用阿毛起嘅嘛。特別應該是用洪水會使破伊個講呢嘛，愛得你成日特別做。我講你起一個細，I mean 嘅牆咯，做解圍起來咧，並做成個白條咁咯。你做喺細格嘅條啦，當佢 complete 嘅 corner 係變咗隻 proper living space。有圍起來，圍起來成個隻白條咁啦。我解講啦，特別我唔知要做唔做啦。because 伊個厝肯減一格樣解嘛。就是講一隻嘅伊個迄個人。迄個 owner 嘅名無咪好，咪水。如果三個都可能大袂好笑。了但我咪對
啊，即個咧，咱個新嘅朋友有名未啊？查甫誒，你有名未？梅花，柏林丹有名未？我未有 rename，sorry。免 rename 你講嘢啊，你免 rename。我嘅名啊。嚇。華名啦，啥？是愛講華名。嚇，你就學長嘅時啊。學長嘅時，我朋友叫我保齡球嘅喎。哦，下柏林。柏林。小學時，因為我班有三個保齡，我是陳保齡，有一個江保齡，有一個黃保齡。你冇想食嘅咧？冇想食，上班學長。我朋友就叫我保齡球，哇，係咯。哦，你係咪學長？你怎麼講？深山。聽過哦。我坐對面。Parrot 嚇，我都讀 Parrot。我坐對面，迄個領航嗰邊店。伊人講深城學長咩？領航嗰店。冇，伊古早叫今日嘅，我爸爸做嘅店先是叫做今日嘅，今日。今日係了，領航嗰邊店，就是講那間嗰邊店啦。就是正準對面。細妹唔是大妹，細妹對面嘅。垃圾嘅條，跟住講啲垃圾嘅條，經濟半啊，垃圾就只互玩咧。有人捌伊就多 clubhouse 為 KKC on 講伊捌伊。KKC on 捌伊 ，I know who you are。哦，伊是 OCNE 係咪鬼啊 ？OCNE daughter 係咪唔知？係咪？誒，嗱，即係柏林版啊，柏林嘅橋，人哋叫嘅柏林橋。阿咪冇，我諗冇學嘅話叫保齡球。特別了保齡橋啦，保齡橋啦，保齡橋啊！冇喺學嘅話冇想啦，嗱，我呢名嘛保齡，變數。誒，特別咧，保齡佬叫阿莫話字佬，嗱，咪是講跑保齡嘛？特別我是叫伊講嘅時講保齡球啊，你看。嚇，一隻保齡橋。保齡冇學嘅話保齡橋嘅。特別了，你但係我是覺得，咱就我啲，如果我上一是柏林嚟，定到咱嘅柏林嘅，咱嘅聽講柏林嘛是咪？特別唔是柏林啊，是咪就柏林啊？我叫柏林，所以你是柏林 bot， 但我想冇咩順嘅，我特別，嗱個柏林咩？個柏林咩？嚇，我厝人叫我。我知。嚇，就是咁我知。就是咩啊？真係知。哦，只看下，白毛鬼啊，白毛鬼個知啊。就是講咩知？actually 代個係咪讀 online 嚇？有隻啦。我頭一擺嚟啊，佢哋 podcast 啊。嚇。個係咪人？真係咪人？冇，大家往。有一個叫講 KKC on， 伊講伊捌路咗，伊講係咪叫歐治安伊 daughter， 我唔知咩意思誒。歐治安嘅 daughter， 我見伊歐治。伊捌我嘛係哦，我嘛歐治。對。哦，真驚啦，其實我真。唔是。我直接把你個講起會只歐治嘅就，佢直接啲 WhatsApp group 裏邊。你名，如果你爸未冇你爸做嗰邊店嘅深山對面。冇，伊冇做咧，往離開深山正幾年嘅。特別古仔，我甲你會寫差不多嘅話啦。我嘛大你爸嗰邊店賣炒米粿咯。哦，都係大炒米哦，上邊嘅，伊有一大邊凹啲米線嘅。靈航啊，靈航嗰邊店咩啊？對。靈航嗰邊店那邊我讀小學時啦，我嘛。你係教多幾年哦？對，多幾年。問題你講係一年級咧，還是6年級？冇，就是伊有第二點先，伊有第二點先啦。迄個炒米有第二點先是多幾年？1986年。我哋上早啦，我冇去過，我是90年代過去嘅。哦，係是靈航咯。啊，對咯，靈航咯。特別阿冇咩叫做雲仔，叫做Today嘛，Today Cafe嘛。你記啊？叫做啲，冇當期冇啦，當期換名啦，冇了。講學嘅，你暫時講學嘅，我嘛大喺邊差。等我諗看到你，OK，是到啲個 house 一下。對，啲 clubhouse 嚟講，我建議都落嚟介紹者啦。我建議都落嚟。你看我特別，哎呀，我真個冇冊，我嘛有一本冊，
大陸後嘅查某囡仔。哦，你是大，但是你是大陸後嘅查某囡仔，應該寫車我捌誒，大陸後查某囡仔寫車我捌，你係寫車我捌誒。你捌啊？陳燕妮為小妹啦。哦。世界夠細啊，世界真細。我捌咧，我去過隨佢你買大陸後嘅查某囡仔，我知。你隨佢喂嘛？你話咩事隨？因為即係大陸後嘅查某蘇查某囡。冇，伊有基本車，是我車得嚟啊。伊基本車叫做大陸後嘅查某囡仔。我捌聽過。我對，因為陳燕妮有做誒新車嘅發表嘛，發佈會嘛，我有去本咧。because 我白白嗰啲大陸後嘅人嘛。Oh my god！屌 ，KK on， 我就是 actually 我應該是看佢路咯。係啊，你配一本車你對看到話啦。我講是你小妹嚟啦，小姐。哦，你知唔知 KK on 是講是你是博士先生啊 ？KK on 啊？嚇！哇！就係 KK on。你有教嘅博士未啊 ？KK on 就俾起來啊 ，Clubhouse 起來 Clubhouse 就講就。KKC on，KKC on。哦。KKC on 嚇對，咕咕叫 on，密嚟啦！伊佢講第三嚟走我本是伊嘅先生，你有幾嚟走我你嘛？喂，第三嚟走我冇位小妹咯，三嚟走啊？就是講第十三車你一年是你小妹嘛？我嗰隻嚟知掉，一年是第。你講三嚟嘅啦，本是博士先生係啊？嗱，你嘅啦本是博士先生，伊是咩啦？伊副 KKC on。KKC 我冇啦，有嚟人買起來無法度啦，伊可能佢大年啦。今日見得快，今日快伊會講嚟講啦，往 because 我諗正有攞嚟所在，其實我諗一邊呢是。我小妹愛聽，因為我有 live，我可以 live， 我可以 YouTube 嘛。啊，龍個叫可以 YouTube， 有 live，伊係很看 YouTube 嘅。OK， 我叫伊來聽啫。我先啦。因為我講我頭先見 podcast，我學嘅話個未 pass 喎，我真未 pass 誒嘛。Enjoy 嘅，我講，我就是你嘅車是英文是喺裏邊，我見話協會啦。你人嘅車係日本車啊，裏邊是 one of the references 嚟咗 ，because 你媽媽學嘅話真正好聊嘛。所以伊有講就係物件，伊講故事，因為我有聽，我有去計錄音軌本就聽伊講故事咗。伊講嘅學嘅話是好啊。冇，我就是去隨你媽媽身幫你誒。我去過一單，真係年前咯。哦，冇，因為我離開邊咧，安尼一年啊，真久以前啊，一切把路出來一道咯。一切出嘛是愛10年啊，未啊？愛10年啊嘛。哦，10年咯。你見你80歲嘛？伊冇幾個數哦。哦，伊幾個數？哎呀，咪聽啊，嚟講 ，OK， 講你買幾個數？哎呀，你冇啲對起喎。你看啦，佢就嚟啊！即係都就幾個數字啊！哈，安怎呢？很少會講嘅啊！嚟啊，最近嚟啊！你冇講係咩名個？你冇講係咩名個喎？安怎你扯？安怎冇講？都係咯。對，我特別成日往邊講幾個數，就是出問題。long 條啲 cut 嚟拉。冇。佢知特別保羅數據嘛，起嚟講幾個數啦。大陸後嘅嗰個，嘅古仔大陸後是山頂，爭住日本兵本呢。哦。啊，對。你會記？我嘛對㗎，你講邊一點嘅個數？你會記㗎？我講個你會記講你嘛啊講嘅幾個數？你教我講一落嚟。嚇，未記啊喎。想下。但係你出名嘅幾個數啦。特別，而且你個記唔使啦，你聽過幾個數就使講。當今晚 before 我 start 我講佢哋心理健康嘅事，我陣時會講會講佢哋幾個數嘛。所以幾個數就大概基本上落一字嘅，所以你想下你係咪幾個數？特別你冇講過喎，我知。我有正正係幾個數。嚇！等陣我俾仔你名先，你名咩？我知你走啊！哎，我名冇啦，叫佢 Pologram 啊！幾 Pologram 啊，搬啊，是搬係咩做？Because 我多厝，我係厝人叫我 bowling 嘛 ，right？ 你有時仲叫我佢 bowling 啊，我問我 bowling，咪俾佢搬去咯。搬我係厝嘅人，近日我係厝人叫我。我叫你我正走啊，而家我正走啊。哦，我只走較應記，我正會走啊，講你前世界咯。因為佢搬較快啦。我正搬
本我唔知得寫，唔知得講，有本什麼？本啊，P-O-N，本。我剪本都未使啦。我剪本啊，阿龍，特別搞笑，在那看考，本是 P-O-N 還是 T-O-N？但你本係本啊，哦，保齡，哦 ，OK。然後我見早晚嚟講就你小條比只幾個數啫。有，誒，只是我只嘅，迄陣我大我人去迄個木加迄嗰陣，知。我人去 camping 咯，我甲我嘅 USM 嘅朋友，白送嘅朋友，去白毛大漢嘅朋友，然後我人頭一擺去啦，喺海邊嘅啦，然後唔知半行喺度。一隻奇怪就我人因為伊咧海邊邊位嗬，我人去搭伊咧 tent 嘛，就甲管位咯。伊甲管位有迄個草啊，有迄個棧反呢就，你唔知叫咩棧啦。總之有迄個甲水水嘅棧反斜葉反呢哦。所以我就喺邊搭我人 tent 個了咯。แล้ว阿妹話我一時呢真夠超怪，然後佢揸吉他去咯，我話拍吉他，你知啊？暫時讀冊點先，一個吉他爾，我話唱只隻歌就真歡喜咯，係啦，人就喺邊唱歌。那嗰陣時嚇，我就家己人就我就行，我徛迄個海邊邊迄個沙位啦，我行，我唔知行去個攞就，特別咧人就叫我就，人叫我嘅名，然後我有聽到人叫我嘅名，我講哦，我在這裡，因為我講華語嘅，華語係上面 friend，我講我在這裡，我只大聲講就，人冇聽到。然後我冇習慣呀嘛，我看到哇，梗係 relax 咯，然後我就倒掉咯，我倒掉帥啦，就看天咯，哇，有 star 嘛，阿妹暗，佢哋真暗啦嘛，冇隔起邊。然後舊家，我感覺 OK 啦，會使啊，我特別對住我 tent 困了嗬，點時差唔多夠啦。我行過去，我喺邊時，呀，大人真掉車翻咯，你走去個咯，我講冇啊，我躲喺邊嘅，我躲喺邊嘅。我講露聽到，我講有啊，我個印度人啊，我講冇，你根本冇印度人。相個大媽。世界吹路，人講一幾大班有我係ex cosplay 人家就查過。哦，人家咧斜講啊，就講你拍唔到去。人就講我世界去吹路，我做吹冇。我講我就是躲這邊嘅，我都躲喺邊刷喺邊，你知道嗎？然後我講我個印度人，我講我就在這裡嘛，我講喺特別人聽冇。你一句後。OK 咯，又講，然後我一個 friend 又講，快去困，接聽接，然後咯，然後我都唔知咩事嘛，有時候淡薄驚翻啦，然後 OK 咯，到聽位，然後就困咯，特別咧我一個 friend 咧，伊就冇困咯就打波嘅，伊就到個口一下順翻啦，聽講我人發生嘅事，講就我人嘅了，所以我諗話 OK 咯，嘅自己早起嘅時，都我感覺都 OK 啦。แล้วคุยเอาสิฮะจากที่ทีกูเนี่ยล่ะว่าก็ใจเดียวว่าเลย friend เลยตาบอด friend อ่ะอยู่ยิงยังเย็นนี่โอ้ขวดจะกุยแล้วอีกขวดเดียวอีกก็有見嗬，你諗起海邊嗬，係你巴肚大大了，你就係巴肚 Frankie 邊嘅嘛？是巴肚 Frankie 啦，冇講海邊嘅，伊巴肚真大。你講巴肚位咧，你有見買起，係你物件咧大喺邊嘅嘢。有老人啊，有少年啊，有誒個是食緊迄個海盜啊，款啊，迄個目睭款。哦 ，pirate 一看到誒就，伊會認，伊會 recognize 講，即個是唐人，即是蝦米人，即是蝦米人誒。講啦，我聽，哎喲，好彩都阿妹冇甲我講。你咪下一名冇大啊，一名啊。一名啊，我走了，所以。我無真看到，特別安尼款誒一個，即鬼精眼咧，怪一部應係啦。嗰時我聽過往時，即係人去行山，啥物物件好，伊成日拍唔見去，人外口誒人吹唔到你去，然後你家己人看唔到，你才斷去咧，你世界上無相去咧。有，我有拄過，我人去白貓大漢嘅時，規暝往搞到一個 campsite 嘅時候，往到 OK 啊嘛 ，rest 啊嘛。方向一 group 嘅巴拉貝薩，樣搞咗就，然後樣多啲裝多啲吹伊，即係成個伊 leader 啊，反正吹波啊，阿妹嗰啲吹2點啊就，樣叫 torchlight 規點去過後吹甲早起啊，阮吹波過後哦，伊家己行對來，伊講
我就是在那邊困呀，伊倒到一個樹叢，迄個樹叢倒落來啊，伊困到頂邊位。伊講我都是真見啊，真正見到我人 campsite 啊，特別咧陽光咧吹無着伊。所以有咯入山，有咧人講啊，你要 respect 啦，山有山嘅神啊。所以我人去爬山時，入山有一個歌呢，係我人嘅 mountain guide 對講講，誒，攏愛做 prayer，攏愛拜嘅，攏會使大正拜哦。迄個是山啦，爬山啦。誒，我在 KKC 是撞緊嗱結棍情嚟，特別哦。特別，伊講伊當然未無方便落，伊未講話，所以伊講未必係佢自己嚟，特別結棍情。特別我講到結棍情，都唔知結棍情是咩咧？我其實大家知就是結棍情。唔係，等陣我記得輪照就我去吹一個鵪鶉，唔係鳥龜咯，新嘅龜，告訴我講。我有想到一個啦，這是 before MCO 嘅時Chinese New Year 嗰陣。我 family 是暗暝我去食 dinner， 我 family dinner， 在Tanjung Bunga 邊，我係咧yang Pasar Malam 嘅 area 嚇。Pasar Malam area Tanjung Bunga 就我喺萬山那邊啊。market 啦，還是 JJ。乜啲 market 嚟？JJ 嗰邊店。JJ 福國啊。JJ 福國是 Starbucks 我喺邊嘅。我講，看到海啦。No。無 Starbucks 是當然開到羅布興嘅位 ，end of 羅布興是 Starbucks 加 Burger King。無啦，伊講嘅是啲外口大路位啦，你當然冇得大路啦，就200多塊大路嚇。Asas頭卡 building 嘅嘛 ，office building 嘅嘛，伊 office building。Maxim 嘅 building 嚇。駐車 OK。我知啦，用邊啊？慢講，嘟，唔係啊，就好正。你食講嚟名就俾嘟啲。我去入邊食。Then after that，我 order dinner 食了，所以我哋食到 dinner 嘅時候，我小妹就看到我嚟講，你面 start 白了，然後講嚇，我有 feel 到物件。Then after that，我今年先正啦。2 years ago。Before MCO。Before MCO 對 OK。So after that，我是食。被 concentrate 啊，成日愛sit 啊，你看了。So 我嘅 first reaction 咪是去吹大獨講牌哦。我 usually 合併嘅 area 我會叫大獨講嘅。然後走來走去，我行去行落成隻 lost person， 行去行落 the whole road 吹到大獨講牌咧。然後我媽都拖我入去，伊講妹啊，係個註冊嘅人講後背位，我嘅袋咧有一個大獨講。所以媽都 drag 我去咯，因為我本無咩會行啦，愛sit去啊，反正。Then the whole time 我是 feel 到我愛 like 成日有啲愛笑。In a very creepy voice。So 我啲 control 啲，I'm like 我唔知 the source 啲度咯，but 我是成日掠到迄個物件嘅 channel， 所以成日伊愛笑，所以我啲愛笑，所以我打喊了。所以我媽都 drag 我去後背迄個大獨講要拜嘅時候，伊個大獨講會使準是嗰個厝叢，一大大嘅厝叢邊仔爾。The problem 是我行去要拜嘅時咧，厝叢位一條我看到一個飯店啦。喲，飯店啦，啥物 describe？飯店啦是查某鬼頭毛長長，白衫頭毛長長嘅，特別我看袂到伊面，伊頭毛冚掉，我看到伊嘅喙。Shit！ 伊成日穿了紅嘅 lipstick，very red lipstick， 真啊 vibrant lipstick， 你一啲笑了。我是接線啊，你可以接線嗬，你接啲成股啊？啊背，唔係我是 sort of 伊 channel 往誒 channel 上，所以我誒。我 reaction 想伊嘅 reaction， 你成日我係你 feel 你 feel 嘅物件，yes，要 wavelength 上啊 ，wavelength 上啊，所以上電台。我愛走，我未走 ，because 嗰唔是我學車，嗰唔是我 parents 學車，是我 uncle 我個了
白白 family 吼，规顶车咧看白白卡布去诶，所以我 stuck 掉伫遐边样就好呢。弟弟听到伊笑，弟弟听到伊笑，了我弟弟爱笑，反，了我安弟就看了我，哈咪输你家己你喙弟弟暗笑，了我就唔敢甲伊讲，我咪吓人阮，然後你去看你旁邊嗰陣是 always there 喺度看咧，還是 sometimes he disappear? She was just there, sitting there, like hello. 你看到是你驚，你驚。無驚，我細漢個大漢弟弟看到遐尼物件了，所以我。特別啦，真是本店啦，唔是本店啦，意思是講，伊是穿白衫，冇等是本店啦誒吼。Usually 坐到厝長對面誒。哦，伊啲本店啦是伊驚無嘢誒嘛就。本店啦，我未曉伊個伊 origin 上面，我 actually 我冇咪知，伊唔是沙拉瓦。伊哋都是大巴刀誒，大巴刀咧見到冇嘢。驚死，kind of 鬼較之前誒。哦，伊是成日驚死，啊無就是伊生了伊驚死魚，所以伊家己本死魚。所以本店啦，唔是講一個鬼嚟，伊是一 type of 鬼嚟嗬。type of 鬼。哦，我頭擺想本店啦是到底迄個本店啦是沙拉瓦。本店啦是nama am nama 是khas嚟，唔是 nama khas 嚟，唔是 khas 嚟。OK，I see。伊是尼姑，唔是 John 嚟。哦。Okay, 伊本店啦，definition 就是講 a woman who died while pregnant。哦。咁咧本店啦是個少年嘅，你冇聽到你老。哦，老一輩老幫生豬，所以未生數。OK，嚇，了解冇去講鳥鬼，你看啲 OK。所以我特別等間dinner了，嗬，我對厝我家。家你出嚟人講。我到厝本後，我 still feel 到伊嘅 reflect，啊 still channel 到伊個。哦，你想啊，你去，但係你講你去咧，那度講嘢嗬，你看到伊啊，你有去叫那度那度講叫我咩物件哦？我冇拜問，我一頭。你看到伊大下邊，你看到半隻那你就走啊？係啦。我可能我企喺後邊擺嘛，但你落處長落嚟我都唔知啊做啊。我是坐到啲處長頂面，唔是到啲坐張卡去坐條，一直係張 branch 去。等陣我個隻半點咧唔叫俾梅朗，半點咧伊另外一個我知就是伊是成日到啲張較就張邊有背呢，可能是伊卡無當頭卡咧背是唔是半點啦？嚇。แล้วก็我聽你講，即是定到常常講嚟講，伊嘅笑聲，還是你聽到伊手響聲，伊係沙動的伊嘅手響聲，伊若是拿大聲呢，就是拿遠；伊若細聲講換路嘅啊，是唔是你看？這我冇錯啊，哦 ，OK，來 continue。แล้ว你看啦，對起要到嘅季節一個刷去。啊！無記，哎呦，自敗，笑啊！咪先，sorry。Oh my god！我心架嬲啦，你阿Oh my god！我心架嬲，I think 我照出來淡薄。啊！ OK，本店啊，嗬，我就我唔捌看過，特別阿咩換啊馬來人戲，古早嘅馬來人戲，伊是頭毛，嗰陣是本店啊，白色嘅，特別別講啦，就是看伊是有驚啦死嘅人，就是本店啦。我唔知 ，actually 我想講是本店啦，是一個 legend，即一個。嗰一種嘅，我想講是嗰一種嘅本店啦，是伊無成久嘅，伊拖殼嘅，拖殼甲阿木棍啦，阿木棍下底是可能伊嘅多。絲羅板，樣叫絲羅板。冇Penanggalan唔是絲羅板啊。冇Penanggalan就是本店啦嚟嘛。Hantu tergulung. Hami Mogu. Hantu tergulung. Tergulung sami. Ging dia na gulung. Gulung dia. Gulung dia ya hantu tergulung.
等下我鸟龜講了未啊？你我了。OK， 我咪毛毛菇是毛毛菇，但你當對嚟嘛？只把嘛？你係咪講龜個數？3禮拜啫。嚇，你會講係咪？我去人屋很好，แล้ว我去กับ人住咯。แล้ว有一個安迪，我有請一個安迪啦。แล้ว經處是學你成日鬥塊手後，你是講你鬥塊手後。但我打卡手，因為 ICI 冇啲嘛，冇應嘛。แล้ว安迪我嚟嘅話到切菜啦，แล้วไปแปะว่ามีกันแล้ว咯，แล้ว我3點幾就到經處แล้ว你主人咧都冇咪出來嘅，少年囝嚟，แล้ว伊冇辦講，佢哋冇辦咯，就是很入厝嘅咯，咧爸母來，一定不是 Christian 嚟嘅啦，แล้ว係咪咁冇做嘅咯？แล้ว就是爸爸人嚟同我講幾人愛來，แล้ว早時禮拜啦 before ปุ๊我先啦，แล้ว我嚟煮過來3點幾，我冇夠啦，一定啊 set up 我物件啦就煮咗啦，แล้ว我都奇怪啦，佢做正咧，佢係播咧，我播佢插啲人咯，แล้วอันที่我諗正牛咧，一舊咯，แล้ว我計講我做咪做咩一齊啊，แล้ว我 start 做啦，過後伊甲我講伊叫我阿弟，係安迪，伊講你有看到過口前集無？我講無啊，我講我無聽到係物件啦，แล้ว伊講唔要緊，伊講唔過即個答案是新嘅個，可能伊行過咧，伊閃咗特別，伊講伊定定冇看到伊影，係嘛？頭閃我人安尼看到在哦，啲記錄位。แล้ว因為伊記錄咧，伊八甲貴啊，就是隻龍膠，對唔對？大家個冷處是安尼嘛？八甲貴啊，隻龍膠貴啊，就是一個 City Island 啊，後路徛起後頂嘅嗰個記錄嘛。แล้ว迄邊有一張樹長架，成個人安尼大張嘅，新過迄邊 area 是新出來。然後冇別見到就煮了，煮差唔多4點幾5點了，我差唔多愛個別嘅了。แล้ว我煮嘅每一項嘅是我做隻蘿蔔 ，OK。แล้ว我做好了蘿蔔，แล้ว我整起來好了吼，แล้ว我對個 test 嘛，OK 好食咗啫。แล้ว即安迪講伊講伊本上愛食梅巴多油了，แล้ว我講OK 啦，你食咯。แล้ว伊去加3厘子牛桂了。伊講按做我嘅蘿蔔炒酸嘅，炒酸嘅，แล้ว我講冇可能啊，แล้ว我每日一條來食，แล้ว我死咯，呢邊食炒酸嘅了去喎，แล้ว我就病啲咗咯，แล้วOK咯，唔要緊咯，แล้ว冇拍電話叫人俾病嚟，成日冇法啦嘛，杜嚟啦嘛。你上面現時做嘅，把你家做嘅蘿蔔現時炒酸去。現時做嘅，現時佢我係單價交杯長嘅注意嘛，佢伊 crispy 嘛，แล้ว炒水嘅喎，直播แล้ว炒水嘅啦，唔記得冇數啊，แล้ว叫 ICA 打包進來咯 ，OK 啦，唔記得แล้ว咩人客嚟咯，แล้ว我甲廚主講 OK， 我物件做了แล้ว我差唔多愛照本啦，物件我冇扣啦，係安迪會扣了嘅，伊講我冇實際問伊，我講你到底有這間厝有做過係咪物件？伊講無啊，伊講就是一擺大爾。แล้ว伊講有唯一一項物件就是古裝球場，伊記掉古裝球場啦。外口嘅，伊講伊會斬掉。แล้ว我講你最好都是去叫人來看這間厝先啦。แล้ว外口物件雖然是佇你嘅厝內面呢，你都問是啥去當醫生。伊講我人無相信嘅啦，總之伊炸掉我就是感覺到無關啊。OK 咯，好啦，冇走啲厝啦，แล้ว coming up next 第一個禮拜，伊就甲我講，伊講拜三是，伊講你突然之煮着是煮物件是，你感覺着物件係你是無甲我講。我講有啦，我有感覺，特別是外口可能是了緊甲你啦。伊講無，伊講拜三是有另外一暝，伊看去外口伊 evening 嘅時7點幾8點嘅時，伊看到一間查某徛佇外口記了伊。
哈，就是你迄个阿弟看到诶。哈就是无就是伊有甲我讲，伊爱浸掉嗰隻潮盞，伊記掉伊。安尼看，然後 reflex 到對看查某記到對伊啫喎。然後我講安尼看，我講唔可能你看無到，伊講無啦，伊講將記啲是記。然後伊講嗰一暝我走了，又當見我行，伊用拍麻將，然後拍到人劇走嘅了。到底無笑，麻將無啲，到底唔咯？假日伊人起來是愛笑嘅是麻將幾頭卡。然後 OK 咯，不要緊咯。然後我講你都愛聽我 advice， 我係講我講你也是愛叫人來看者。然後我講你真是辛苦啦，你記得厝邊個無人帶，你家己愛小心淡薄。你講嚇，你唔捌嘢啦？無叫啦。我唔捌嘢，我唔捌嘢。我是小路嚟嘅。OK。小路嚟嘅，然後等到拜六，好勢了，伊個無叫來做，伊間下去斬掉就掌聲。哎呦！然後叫人來看，然後嗰一暝吼，伊會大玻璃鏡破。喲！然後伊 back 伊看到啲 CCTV， 伊玻璃鏡上面係 sliding door 咗，係啲 ceiling down 到係頭殼，一種係 sliding door 咗破掉去啊！然後伊係 CCTV 照無物件，然後特別呢，厝內邊有一個巴肚。成個人掂巴肚入來。成個人掂巴肚入來。大粒嘅巴肚。後尾好大粒，本身接罐頭寶，伊講。直頭砰破去，你人落嚟看時是骨頭架是玻璃嘅了嘅，然後假日也是Sunday叫人來咯，然後迄個先生甲來講有影是佢隻物件佇外口是人見人，佢都斬掉人，斬掉伊厝啦。有影是就斬物件，別係是啥斬嘅咯。我聽真濟咯，可能告訴。伊個先生講，伊毋是大張啊，伊就張三人嘅管啦。唔過伊迄個當晚是幫到只迄個 MT 怪線啊，幫只來整落去爾，所以伊無講嗰隻大張個嘅，伊講尤其是細張，如果 OK， 若是講有人嘅害了，就是你最好是問到。會變錢啊！你是古早是幫嘅，平時就大人咧。無我唔知，古早是18來應該是，無我係冇啦，古早是無起厝嘅時，迄邊是18來。然後伊當然起，因為迄邊厝去怪水嘅厝啦，兩層樓嘅，然後掉啊迄物件咯，了一個禮拜伊甲我講，伊唔敢對厝大。所以無你當見嘅啦。伊特啲有一個解決嘅辦法嘅嘛，像伊要送厝互伊，嗰是要起新嘅一個站，嗰是安怎？伊無，伊有教伊講伊個師傅講肯來看，伊講愛甲伊做，了唔知啦，成日是講算伊真貴啦，甚邊來得啦，咧伊無咩上事嘅做，所以講伊咧有甲你講，伊看到迄個查某是安怎哦？伊迄個查某伊甲你 describe。嗱，咁成家苗貴講嘅，你看你咯。又佢講係咩？嗰伊特別是看到成個嘢成個鬼咧，冇燈燈啦，穿白衫。超啊！你記掉伊，你目睭向向安尼看咯。唔過伊是講從伊個厝嘅內頂照去外口啦，咧伊徛甲一條瓦龍教嘅邊位啊，佢大家都看到伊啊嘛，記咯。因為伊拄好看外口嘛，你冇記啊。特別之前伊講伊記點寫到 already 就係講甲酋長有關係啦嘛，唔是？唔知，伊唔知，伊冇伊甲我講嚟講，伊係針對酋長。所以伊無想到講兩項物件有關係啦。無伊唔知，是按照佢師傅來解講嘅。伊記酋長講伊係針對酋長，咧我都奇怪，我都點嘛電主咧，按啲就嘛講。物件閃掉人頭看人安尼款。到啲外面啦，站下邊啊。下啲外邊嚇。你看你家己冇懷疑啦，我冇咁。你冇 feel 到啊？你家己 because 你冇影嘅時候，你冇 feel 到。我冇影，我再講我度幾百多歲啊嘛，那個日本那個了。攞把牌嘅。掉嘅攞把牌嘅了未哦？ 50條啊！
50條啊！包架超對。你咁我諗啊！我路上過這邊屬於超水嘛？伊是唔是葉吧？是白是都？No， 我食愛是無試過。我有 try 食先，我有 try。安迪 try 食時間講，阿弟炒了喎，你度吧？我講乜咧？我你要炒啲程度出來，我諗乜在食呢？現做物件冇可能炒嘛，對唔對？嚇，現做嘅冇物件。你上啲嘅是冇食，你冇可能是炒水嘅嘛？啊，對，แล้วก็迄個時間過是落尾了，差唔多5點幾6點嚟了，แล้ว其實都冇抓了嘛，都冇咩炒了嘛，物件。嗰啲是大去外口，唔是大成都啦，係外口冇定。我外口把起來呢，把都蒸起來，把佢蒸呢。煎了就炒啊，那迄個是放成都啦，過來煎的啦，就是把出來嘛，我捌聽過哦，我捌聽過，本來你看你成日講啊。伊物件超水嘅是成日講學鬼食着是，我冇聽過，就是人哎呦，成日等人家會曉，你講你看物件，唔是等人啊，那 Asian， 成個物件嗬，碰向馬死去。我去 test， 我覺得物件最重要是我。哦，你個驚講你別項物件歹運。哈，冇嘅啦，老闆。嗱，好屌不啦？啊，毛菇，你還是。蘿蔔派時，你食到蘿蔔派時，你知講是嗱啥物件炒亂了，啊是你知啊嘛？你嫌忌啊啦，時間。葉炒唔是成家講，葉炒是人家啱炒咯，伊入面有一種 sticky。哦，黏水，伊係黏嘅呢，唔黏水嘅嚇呢嚇，你唔是成家人嘅嚇炒水。如果蘿蔔啦整起來，較濟是大了嘅嘛，入面春淡薄葉家嘅油呢嘛，แล้วลูกมันเอาโคใน我有 question， 你迄個物件係成都嘅，干那蘿蔔啦，別項物件你無係你成都啊？冇，㗎啦，冇。我是感覺可能是伊嘅成都無夠靚，伊嘅成都派。特別你煎出來，你個食嚇，你煎出來你個食嚇。啊，我個煎出來，我個食嘅有爽過。啊，那無可能我迄個八五個，我冇是煎了頭頂一個嚟我食嘛，下骹我無去牙伊嘛，我無去敲伊嘛。你安迪牙是唔是牙頭頂一條嘅嘛？食時講阿弟粗料喎。你我食第三條，家己 try 時，有呢是黏黏嘅喎。你咪做了女咯，你蘿蔔。是咯，就是啊，做了女50條200。我諗佢就俾嚟幫學人咯。係啦，佢就俾幫學人哦。俾你係白了女，佢就去俾人做。你會俾到50條本就好了，本就。你去就俾自己見除哦。有嚇，自己見除。冇上過你啲嘢噶啦，冇上大。冇上過你啲噶了，咪出聲咪照冚佢啦，好啦，咪出手。有攤出菜，有攤起菜就好咯，嗬。係啦。哇！嗰時看落嚟得些。OK， 我幫下佢開到對我看啊，唔知白毛鬼有鬼告訴過把你，把你人就是人個鬼告訴過，我可以聽起嚟個，先到你。就是個被講鬼告訴過，有鬼咧？John 下禮拜我過去流浪經過，所以我應該是過。夠啊！我聽迄個流浪經嘅院長講，伊喺入邊常常是伊家己嘅流浪。哦，都對嚟。啊，都對嚟啲。你下個月對嚟講講。所以下禮拜你去問伊告訴啦，嚇，然後對嚟講。要甲我講我啲新加坡時要甲我講啦，我人記冇背啊 ，Halloween 嘅事。哦。啊，แล้วตอนมาถามเดี๋ยวเหยา個講字เหยา鬼。講住嚟。啊，我把路 suddenly remember， 應該我除咗我係 drawing， 我有知道我去跟我朋友出去around tanjung tokong位 ，then 你知迄個 tanjung tokong 迄個有一個 site 是我要 on the way 要去迄個。Four Seasons Hotel 啊，嗰邊有一個 wall。哦 ，four 咩 four con？ four points。加落哦，嗰邊是只垃圾咩？嗰邊。
嗰邊車車去去就攞你 banana leaf 咯嚇，所以我嗰位朋友是，我是行條要去kindergarten 嗰邊嘅行咯。OK。我 the side 咧我行，then 我行嗬，我 feel 到有人在我後背，因為我聽到聲，我turn around 冇人嘅 ，nobody at all， 是我 friend 在我面前，我後背冇人嘅。then 我唔係講不行啊，嗰是阿妹嘛。所以我行去啊，我去 pass 面嘅，我 friend 伊厝 nearby，then 我對啊咯 ，after that 就車對厝。then 我對厝嘅時咧，我袂好勢，我真係袂好勢。then 我頭我目鏡，唔過我直直看到，但我 start 看到物，所以我頭我目鏡。唔過我頭我目鏡嘅時候，我是冇大，下面冇看無只 blur 嘅。then after that 我 sister 伊入來房間，是伊問我物件，所以我穿到對目鏡。唔過伊 show 我了物件看無，我穿到對目鏡嘅時咧，我看到我 sister 嘅邊變了迄個物件。我真係 creep out 哦 ，then 我冚喺頭目鏡咧，我甲我小妹講，你面變去啦嘛 ，then 伊聲無變啊，伊是你看到伊變嘅，伊講普通。then 我就冚喺 call 我 friend 咯，咧我 friend 講，即伊物件是無講真係 strong，it's just that I 下路，所以 take over like to show that it is strong 啊，你下路，我actually I just found my drawing。有 ，OK。It's something like this。哎呦 shit！ 哎，等陣，你係到你面後整你 background 嚇，看我冇，喲，伊把酒我多粒呢。伊把酒哈，咱伊會切起個啦，尖嘅。哦。所以伊成個 superimpose 伊嘅。到底伊嘅 sister 邊嚟？哦。所以我解講嘅時，我直直看到呢，直直看到。嚇！你 sketch 起來是咩事？係咩事？你 sketch 起來定係你是要講你小妹聽？伊 image 直直到我嘅，直直出來。內邊，所以我別打喊，我畫出來。哦。我 occasionally 會安尼款，成日有 feeling 特別畫出來，所以畫出來。有陣時愛寫出來，我本寫出來。所以係一個畫上面啊。嚇！你紅camp 這是點知實在看到你隨到你 sketch 嘅款啦。伊suddenly 到我面前，我看到你問我有物件講嘅時候，所以我 just 咁講。你係較彎就冇嚟個知道係較彎你 camera 夾彎特別係對面頭，because 你 background 所以冇去。我係冚我 background 去。你冚你 background 時你夾。How do I do that 啊？I think 你去咧3點位啊嗬，แล้ว去 apply visual effects。Okay, wait turn off。對嚇 ，OK。Oh my god！ 哦，yeah。Something like this。我頭我嗰時等，要幾哩哦？我講聽下你攞 four points 對面乜事？伊是 OK， 伊是 4 points， 卡起有一個 kindergarten 有 Ultraman 嘅。呀 ，OK， 是卡我係你 convent 係咪？嚇 ，then 你卡起淡薄嘛有一個 apartment 咯，伊都邊嘅 at the side 嘛，就是我人攏去嘅位。apartment。伊對面伊寫一條橋，伊寫隻橋卡起嘅嘛。Look from the other side 來就俾條橋卡起，因為朋友到下邊過，我做驚曬破，當時就喺下邊接線了嘅。所以我下邊就係我同你講，我係迄個 4 points 嘅對面係一條路 ，4 points 對面是一條斜起去，單咗八叫單咗八下掉。等到我常常去下邊食呢，我媽就是伊個電頭毛店，頭一間嗰隻斜起多邊嗰一間電頭毛店，叫做 Jenny 電頭毛店。我媽就是特擺去下邊電頭毛，所以我特擺對去。然後我同聽到一個故事講，到底伊迄個
路口位，到底迄個但係迄個大路起迄個車起後邊路，常常就 accident 嘅。有時講後邊真正垃圾嘅咋，啊！但是應該看無啥物，特別浪潮浪就人死。我有一個朋友啊，買朋友，伊個查某甲伊個媽去幫車貼 ，because 伊要教因車貼啊，行到嗰邊過去大腳路過去迄個車路時，或車浪死。了所以邊我只，因為我細細漢在聽佢哋故事時，想到講伊，因為我只佢只 tragic 就是把路被車貼要去教因，然後紅險死，呢個浪車死。所以被只 tragic 特別只故事就對下邊嘅咯。所以若是講啊，若是有聽到下邊有蝦米故事嘅時候，攞嚟起來邊嚟學見.com。差唔多我都落英。邊個是做咯，大所在咯，就係做咯，做咯厝大邊頂咯。哦，下邊咧because 只水嘅嘛，坐山看海嘅嘛，你去你玩正手，你去 round 去下邊後尾邊只坐阿毛樓嘅，哦，原來是做咯嘅酷。John，係咪？你話你靠紅音叫我啦？冇，放自大。放頭前，OK，我是變得啱，所以我啱啊。講實聲，所以turn left，meaning 講是放嘅頭前嗰條路，而家一時斜落去本嚟啊，是唔是？別turn left 嘅，冇，你是 OK， 即你搭鋪地起來嘛？turn left 起來咯嚇 ，turn left 咯嚇 ，turn left 咧，斜起。你講斜路是喺橋啫。起嘅橋啦，冇，你講嘅是咧阿拉 TV 啦，阿拉 TV 啦，你當用吧。落去斜，แล้ว on the right 嗰陣樓嘅，I think 是 apartment 嚟，八樓圖嘅。對。是啊，有呢啲咩啊？對。哦，你是講一棟有一個三角形嘅嘛？你就一棟，你起啊是一個三角形嘅，是唔是？一下一巴檔是三角形嘅呢？一茶樓啊，外。阿拉啲對面咯，對。我呢邊是少。茶間同意幾嘢係嘛？就哦幾嘢啊？是。即係南北京嗰邊啊？過你樓嘅apartment 嚟，即係八樓退嘅。但係我講時應該是呢邊啊，我會記是呢邊。我最後生時我有去過呢邊㗎。然後半夜啊個1-2點了嘅 online 啦，然後咱無走去呢邊去 meet 人啦 ，OK。แล้วคิดมิดหลังแล้วว่าดูขี่กว่าชาบุหังจิพีชาปักดีกว่าเขาแล้วแกนอจิพีแล้วหมอแปะเราถือตึงอีกก็อีตัวกระเตซีเราแล้วหมอแปะแค่เตซีเราจิพีแล้วว่าไอ้ขี่啦อีขี่เก่าเย่ชู嘅時候我冇見 screen mirroring Thank you 唔係講嘅嚇時話Thank you 唔係講喂硬飲而家又話就真係唔係講啦仲8字嘅咗啦 sorry 冇喂硬飲而家啦我就真係叫你 continue 講哎呦死我居然做起我唔係做起OK 你講白機器啦白機器啦冇看到伊個一啲unit number 啦冇知啦白機器啦冇伊有天門嘅我會記天門無冚你就頭夠房門啊啦冇角嘅房門啊咧一群門啊你嚇掉我這度伊歐巴卡嘅啫你我唔知講伊是人還是鬼咯แล้ว一群門啊伊看我這咧，伊我把卡加簽咧，伊無成曬咗。แล้ว我睇落背แล้ว我一頭走咧，伊本無叫我。我唔知伊是住咧，แล้ว我起來咧，我隔兩陣咧，我去看起我車咧，我唔知我愛 turn left 還是 turn right 哦。我第一邊我實去咗之後，然後我實你斜講者啊？嚇無車咧，個無人啲邊啫喎。哇！我I think我出到鋪地啦，對個個索卡啦，差唔多係早幾4點幾啊。哦，加謝你整啊咯，加謝你整啊！我知講一時佢每夜廚子有一種味素，一炒嘅。特別你 online 你講 online 都對意思伊並冇上嘅啦。MRC 嘛？佢只股啊隻 MRC。
jet 那款啊，哦，啊，對。OK，當今個下面嘅 problem 出來，我嘅問題就是唔是大媽嚇掉嘅，大媽我照而家出來攞刀咯，我講一啖嘢，我被講咩啊？我特別係 clubhouse 嘛，我 share clubhouse 嘛，我係你 clubhouse 被落你 server 唔知做咩事被冇嘢。所以看到個學生，特別好嘅就我可以聽到兩個人，我用冇上嘅 program。anyway， 我當今會可能看就係我係隻物件，即係大話可以告訴你，我是參掉隻物件，所以我當今可能看我隻唔知係咪物件。哦，就係我出呢，即係叉半加你北京 beef， 你garing嘅 beef。個攞盞啊，挖盞啊，哇！即係是話按煮 OK， 即係往早去隻 restaurant 是出嚟，了。呢個 double course 八杯 double course， 八杯叉菜絲，八杯叉芥辣菜，個有香菇，一隻是麵就啲邊啊，了。哎呦媽，安怎會暗去啊？哎呦，我係驚。然後個環椒普基我度假老頭卡，個環椒 ，OK， 是差亂咯，姐我未解好，我當佢未準備者，我琴日過者，時人就係感謝咧大家嘅變化啦，唔知啦，你哋大人物你哋鬼故事講話之類，我講唔聽，我這是大鬼節目會做嘅，所以如果是自家聽鬼故事，笑到鬼故事，你當然聽鬼故事啊，不是，你會笑到講我好險笑到頂到是講咩物件鬼故事未記起嘅，當然佢係講到對。我咪啫，然後你人若是有興趣講鬼故事，是你人會使通知我啦，會使寫 email 給我啦，還是到啲怎樣都通知我係要你人，我唔知喎。但是我咪講鬼故事使留下 YouTube 會留 comment， 但是到 YouTube 會是留 comment， 冇就是伊去我邊咧學見到講嘅 website 會將出邊 email， 你使 email 同我講，冇使 join clubhouse 咧是之類同我講咯。然後這邊講嘅這邊聲音，我感謝我哋特別嘅邊度啲clubhouse 上邊看到現象上邊開嘅 server 去了，特別到啲Google Meet 感謝大家。下禮拜個到咗嚟收聽無上嘅話題是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YouTube 嗰邊人咧，定係禮拜冇個啲 episode 就邊月訂，這邊咧是靠訂聽 subscribe 咧，是我現場錄音，所以對通知錄咧，我出新嘅 episode 是個通知錄，感謝啊，下禮拜再見。